各位 Sense 嘅聽眾，你哋好，我叫阿 Kent。今次我想講嘅，如果想將宣傳單派發俾私人屋苑住戶，究竟應該洗樓定用郵政通函呢？好多做生意嘅老闆一諗到派傳單做推廣，第一時間仲係諗起洗樓，諗住請幾個人上上落落，逐層派入信箱，咁就可以接觸到一大堆住戶。但其實而家香港個環境已經同以前完全唔同，屋苑管理嚴咗，保安多咗。居民對騷擾同廣告嘢嘅反感亦都大咗好多。如果仲係用舊時嗰套洗樓做法，成效往往同你想象中差好遠。表面嚟睇，洗樓好似好簡單，就係揾幾個人拎住傳單入大廈行幾轉。但一到實際做，你就會發現成件事完全唔係咁樣。私人屋苑基本上冇通行證就唔俾上樓，就算俾你入到去行唔夠幾層，已經會有管理員走埋嚟叫你離開。有啲管理處對未經批准派廣告態度仲好強硬，唔單止阻止你，仲可能會記錄你資料或者直接投訴你。就算冇人阻你，你諗下，洗一棟樓要等電梯上上落落，行樓梯避開住戶眼光，又驚人投訴，最後你印咗咁多傳單，俾咗人工，但到底有幾多真係入到客戶手上？有幾多係一打開門口就即刻被人掃晒入垃圾桶？呢個其實好難控制。所以而家越嚟越多老闆會開始問，有冇啲方法係唔使再洗樓，但又可以做到入屋又合法又穩陣。其實香港郵政嘅郵政通函就係專登俾你做呢件事嘅服務，你可以當佢係一種唔使寫收件人地址嘅大量郵寄服務。你唔需要逐個單位寫名，只要揀好區域同你想接觸嘅樓宇類型，例如邊幾個區、邊啲住宅、邊啲商廈，香港郵政就會幫你將同一份宣傳用郵件形式派入嗰啲大廈嘅信箱。呢個做法有幾個好重要嘅分別。第一，郵差本身係獲授權入大廈郵件區嘅人，就算係有管理員嘅私人屋苑，佢哋都可以合法入去派信。第二，你嘅宣傳唔再係好似有人喺走廊亂塞紙入門縫，而係一份正式嘅郵件放喺住戶嘅信箱入面，收件人開信箱攞信嘅時候，自然會見到你。第三就係全程合法合規，唔會變成一個成日俾人趕，甚至要擔心法律風險嘅活動。可能你第一個反應會係郵政通函，好似比洗樓貴。但係如果你將整個流程嘅所有成本加埋一齊計，其實好多時郵政通函係更實際。你要俾人工，揾人逐個信箱派，你要計交通搬貨時間，成日喺唔同屋苑出入，又要同管理處傾，同埋要交費用。仲要預埋有啲地方你根本入唔到去。而郵政通函係點樣呢？你預早印好宣傳物料，根據重量同數量去計，郵費成本係清清楚楚，可以喺你仲未開始之前已經預先計好成個項目大概要使幾多錢，派送部分全部交俾郵政系統做。你唔使自己再組人手去到處走，每次要做宣傳，揀翻目標區域同設定好件數，時間一到就會自動幫你處理。好多老闆會以為用郵政通函就一定係亂槍打鳥，其實唔係。你可以揀只做某幾個區，只做住宅或者住宅加少量商鋪，亦可以分階段做。例如第一輪先試幾個你最想做嘅重點地區，睇下反應。點樣先至算得上有反應？可以用查詢電話、WhatsApp 數量、網站表格、填寫 QR code、掃描次數去做一個參考。第二輪再根據反應去加大或者微調。仲有一樣嘢，好多時大家會忽略，就係形象問題。街道攞返嚟嘅傳單，好多人會覺得係雜物，未必會認真睇。但一份由郵差送入信箱嘅通函，個感覺完全唔同。收件人會覺得呢樣嘢起碼係一個正式渠道出嚟嘅資料，尤其做金融、教育、醫療、專業服務，甚至物業相關嘅行業，你用郵政通函會比洗樓更加襯得起你個品牌。所以如果你而家仲係諗住用舊時嗰套洗樓模式去做推廣，其實真係可以停一停，諗一諗。而家屋苑管理咁嚴，居民對騷擾咁敏感，人工又貴，風險又高，同期冒住咁多變數，不如試下用郵政通函，用一個合法穩陣、覆蓋率高，又可以計到成本同預算嘅方式去接觸你想號嘅客戶。如果你想知道多啲，例如點樣揀區域，點樣估計預算，點樣設計內容先至最易俾人留意，之後我都可以拍多幾條片，慢慢拆開嚟分享。